这老练的。免来比赛呀！免来比赛。嘿啦。马上来欢迎咱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孙哥。是，大家好。希望大家呢会当在这个节目当中，这个想的迄个方向，要将讲的代志变做一个呢，会当呢大家吼真顺遂，会当念出来。 学习的一个好内容，好内容最重要，最重要。而且要学这个台语吼，爱为细汉就开始学。哦。你看这对爸爸妈妈自细汉就把因带来遮学台语。哇，这上细汉即马几岁？有1岁吗？2岁啊？啊，即马应该是就想要困啊吼。拄只听到人伊就动袂。伊敢有伊咧耍手机啦吼。我想讲伊困去啊。欢迎您来哦，这个最。 欢迎欢迎耶！好，来后一位咱的评审好评。大家好，我是恩好评哦。人讲这个联欢会其实吼，除了讲家己趣味的故事以外，上重要就是爱引起观众的好奇心。是。如何来引起好奇心？你想要知影无？后一集再甲你讲。真好奇啊！是不是真好奇？是不是真好奇？好奇宝宝。有好奇啦。上好奇的是我，上好奇。你到底要讲啥？我等下再甲你讲。你还没收到？我没收到，莫讲出来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哦刷来咱第3位这个评审，会使讲伊第1季来的时阵，伊就用7字啊来介绍阮中华哦，互大家听到这个吼耳孔拢有心呢。耳孔有心啊，的声音就好听。对啊，最后来欢迎咱吴国珍老师，欢迎。哎呦！ 愈来愈缘投，你甲看卖吼！来，看，紧来紧看，慢来就减一半。啊，尾来 YouTube 也阁有通看，啊，毋过电视较大台较好看。咱吐吐小台语，阵容坚强，节目精彩，毋是国情啊，伫咧转。你若感觉有时啊心头会硬，安尼你来看《喜剧贵公主》黄浩平，因为互你看了一定会好心情。你若感觉有时啊心头会忧闷，你来看咱的评审长柯孝顺，保证互你看了，逐礼拜、逐个月拢顺。你若感觉讲有当阵啊心头啊是会做，安尼我看你来看耗子，真心好，保证互你后期。 彩管乐透上无着6号，政府看你好嘢，甲你点油做记号。国税关处定定来咱兜市电联讲歹势，甲你责做。你若感觉讲心肝头有时也是袂 happy， 安尼你也来看吴山如先生。哦，因为伊学问好、人品好，佫够主持，大家拢甲比一支。尤其伊趁钱功夫好，开钱无啰嗦。 身躯边带一个足大尾细汉的虎仔，跟班人拢叫宪哥。讲来到这，恁若阁袂晓拍扑啊，恁做人就是真正差不多。啊，恁若会晓扑啊拍大声，表示恁大家无气嫌，拢来拥护，要来看郭国珍。啊，多谢，谢谢大家。以上是咱国珍老师的表演，评审请起顶。啊，过关哦！过关啊！俺着歹势啊！我你大概吼，我若看你解文所以我是讲吼，你的字幕是写咧倒位？嘿啊，那好多安尼接住咧，那你敢若机关枪啊，一直拍，一直拍。我甲你讲一个，就是为着这个解文所哩，我头拄啊，嘿，甲咱一个工作人员冤家。啊，你睇安尼，会使小拍就小拍，啥要用冤家？咱有一个少年的同事叫缘投哦，拄我甲你白缘投，伊吼，头拄啊我袂你来的时阵啊，伊向摕一个物件行来到遐，伊头一句甲我讲啥，你敢知？啥物？你听好哦，伊讲干莫个忙，我讲我无甲你忙，我哪有甲你忙？伊讲啥？你敢知？我唔知啊。伊讲我甲你夹麦克风，夹麦克风，你讲。我有误会无？原来是，我真想等啊，所以我转去啊嘛吼。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哦，这连水花至尊呢，嘿。你扑落的啦。哎呀，咱今日主题是啥货？嘿，合作爱考爱对，哎呦喂。哎呦。是安那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爱对流行，对时行。哎。 一路刺激！经过前2集看甲心中强要跳出来比赛了，已经选出8个选手咯。这一集更加粗残，8个选手要甲大家存死的，互因进入复赛，去甲第1季的歌手拼看卖，谁人较厉害？哎呦！好，第1位哦，这个树底下天天的是我的师妹义峰，欢迎。
哎呦，小兄弟今仔无共，哎呦，过来，你看表情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怡芳，今嘛要来讲一件代志，就是地流行啦。恁敢知影台湾人上爱做啥物代志？什么？上爱排队啊！对迄嘛爱排，啉的嘛爱排，食的嘛爱排，买的嘛爱排。前几冬哦，阮 COVID-19 咪足流行的嘛。每一工起床都紧张讲无喙香要安怎袂当出门，快筛剂佫无袂当工课啊。有一摆啊，我就因无代志，就去西药房讲无去排队排一个好啊，我就开始排。排点外子，想讲无啊，那爱袂排着我啊。头一看，头家讲，家排要找安阳无？唔是呢，我唔是咧西药房，我咪是要买喙香甲快筛剂。好啦，一个卖嫌，就是安尼，唔知家己咧排啥。最近啊，阮朋友就爱去慢走的，讲慢走哦，暗时慢走，咪迄风安尼微微啊吹，食素食袂歹，安尼健康佮有运动度。我就想，敢若是袂歹，无做定好啊。有一摆我要去迄厝边啊遐，甲伊借一电话，我想讲无就慢走去好啊。走到一半，我朋友讲，伊用你咧创啥？我想讲，我要去行迄只碗，我这摆要创啥？伊就讲，抓紧弄好我。慢走的英文叫抓紧啦，抓紧弄破我啦。多谢大家，我叫怡康。哎呦，抓紧弄破我。是抓紧吗？抓紧。哎呦，我听起来敢若泰国的咧，抓紧啦。到底地碗有弄破无？来平心，请起顶。手扣。哎呦，两个有可能一个题啊。我其实就介意你用跳舞的方式，用body language 来做笑亏，因为迄是你的优点，所以我其实期待你用这个方式，佮用无共的笑点。要毋过这边你试看卖，想讲要全部用讲的，我感觉讲嘛是真勇敢的这做法，要毋过真可惜，我是感觉有淡薄仔袂过关。勇敢，靠5分，靠，歹势，那叫阳极啦。勇敢。有一个词吼，这我一定要提出来，大家互相探讨一下。工课这个词谈台湾话，敢若名词的用途，爱加一个动词吼，我去做工课。今仔日2个圆箍啊，一个车啊，哇，无法度直接过关。袂要紧，我会继续努力。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加油啦！伊有讲伊自细汉就练跳舞，伊是讲若是伊要去等台区，伊要试看卖做一件代志，看会当加分无？哦，安尼哦，什么代志？你让一个路予伊，安尼。歹势，因为我要去遐嘛。进去看哦，伊要去等台区啊哦，佫会使变一半，哇，有春秋这袂歹哦。高水啦！后一位，哎呦，这个漫才足好笑，甲伊叫好笑，这个来欢迎好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好笑，我是张明豪，好家豪，唔是好鱼仔的豪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廖酷坤，大家当叫我阿坤，唔讲莫叫我阿坤。莫后白讲啦，是讲哦，这台湾人哦，就爱对流行的。无唔对，台湾人的特色啊。对啊，像之前有迄两塔店，哦，还有垃圾包。我知，逐间新开的店哦，拢排队排到安尼绕长啊。我之前哦嘛是有看到一间店，嘛是排到绕长。什么店？哦，查某干咖啡厅。小太姐。查某干咖啡厅，你迄字卖念得重哦。嘿，我知影，这位日本流行过来对无？对。而且你入去哦，因拢会讲主人你转来啊。对。所以我嘛要开一间查某干咖啡厅。你嘛要开？系啊。这竞争足大的呢。爱做特色的啦。特色，我要做一间古早味的查某干咖啡厅。听起来袂歹咧，啊，无我来试看卖。哎，你要来啊？来。叮咚。这问足久的呢，这古早味哦。少年呢？你转来啊！
一般应该拢是讲主人转来啊，那是讲少年的。啊，这声呢听起来真老。无啦，阮的查某囝拢80岁以上。啊，古早味查某囝。古早味是这个部分哦。少年的，你要点啥？哦，既然拢来啊啦，我要一个欧姆赖斯，啊一杯冰咖啡，搁一个提拉米苏。嘿。啊，你话较大，听无清楚啦。这个我是有哦，高兴啦，阿妈听有啦。哦，心脏病拢惊出来。我来准备哦，搁叫阿妈拍咧。你点会来啊？阿妈，你手安尼搓甲安尼无问题啦吼。你的鸡鸭肉饭来啊？那是鸡鸭肉饭。安尼叫阿妈的滋味啊。我是点欧姆赖斯的，我是来查某干咖啡厅咧。点来啊？即马我就要讲迄红物件好食的爱的酒意。查某干咖啡厅的招牌你嘛有哦？嘿，爱的酒意，爱的酒意，来。提铃铃，提铃铃，天兵天将跳啊铃，踢踢都里铃，踢。这是真正的酒意呢。哦。好啊，你会当吃？唔敢食啦，安尼三敢食啦。啊，歹食啦，妈，你帮我算数啦。哦，你少年人有够土济。什么土济？你的问题咧？我提只算盘咧啊。我提算盘，你古早味的。鸡鸭肉饭加卤250。250，还有这个法师。法师。拢总20万。伤贵啊！你抢价无？我贵小你啦。多谢大家。阮是好笑。哇，这招袂歹哦。有。好笑，冰心感觉有好笑无？来，一顶。过关啊！过关。一定的代志嘛。哎呀，足快呢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这tempo 真好，是，迄个节奏真好，啊，你的卡本哦嘛真水，啊，但是如果哦将来有这哦，你会使插一蕊花啊，嘿，加添着这个戏剧感。哦，现场的大家咧，佫有法度咧增加迄个气氛，而且摕一个目镜，吼，对。我会食。现场有法度感觉迄个欧巴桑几岁安尼啦。其实，咱拢知影讲，两位已经台语嘛拢真讲究啊，吼。啊，拄有一个词，我感觉是足明确，是对华语的卡本翻过来，吼，就是讲法师20万，法师是一个大范围嘛，你安尼可能是念一个咒语。结果是这介收惊啥？吼，会当听较足油的嘛，吼。所以你这阵讲法师，人原来我听起来就感觉了啊出戏嘛。哦，这毋是一个法师，就甲你舞一个喙烂呢，那是法师念一个咒语就20万。吼，其实这是爱听较油咧，吼，这大家做参考安尼。了解。我感觉非常好，哈，就是讲顶边讲收尾的时阵，较无遐尔强，要毋过这边吼就是看好就收，收得真水，所以讲我感觉真赞。我真期待讲这边会有啥物款的表演，加油！加油！恭喜你过关！哎呦喂！陈明贤粉丝团点鱼做记号，互全场动乱，金味金选。我有期待，无满足，有期待无满足，一直落来就忝就会感觉讲，这敢若淡薄仔袂过关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呐吼，你一直在落来，你个手机一直举起来咧，拢落啦！是啊，你即摆咧翕我，我无甲拍车啊呢。你是真正规定录影咧？你要甲你投诉啦！咱后一个选手吼，逐摆来每一摆吼，伊的粉丝一摆比一摆搁较侪啦。无法度，人伤水啊！今仔日伊的粉丝分过伫咧对哈？粉丝分过，伫倒位？好，咱做伙来邀请咱的明贤。欢迎。哦，请大家鼓掌。嗨，大家好！哇，讲到这个对流行吼，一定要讲到阮小琉球啦。阮小琉球吼，以前有3项做，村长做、校长做，搁有庙足做。但是吼，即马无共啊，即马是这个游览客足做，搁有旅社做，重点是吼本色真多。吼，咱前几年毋是全世界咧调剂，拢袂当出国佚佗，对毋对？吼，这时阵吼，大家拢走来阮小琉球佚佗。惊有一种出国的感觉，讲安尼叫做笑的安尼啦。足侪迄少年的阿妹啊吼，就讲哦对流行学迄阿毒啊啦，穿这比基尼有无？这时阵吼，这个警察局的电话，投诉的电话就敲来啊。警察大人啊，哎哟，夭寿骨咯，
啊，我若今仔出一个门吼，迄路的吼一大堆迄做囡仔吼，敢若穿这内甲甲内裤吼，啊，就走出门行来行去安尼啦，惊死人哦！我以前吼若穿安尼吼，早就去互阮翁拖去禁地人啊啦。啊，结果吼，迄警察就甲伊问讲，阿嬷，啊你敢若讲做囡仔尔，啊你若无讲查甫的，嘛足侪查甫的脱肉体拢无穿衫啊，啊无啦，真久无看到迄青春的肉体哦，啊我是看了真爽啦。啊，这是一种，啊上重点是一种是安尼，大家去吼，看到阮小琉球吼，迄海龟足多吼，啊看到海龟吼浮起来吼，哦，迄海龟会唱水呢，啊而且吼，伊甲人共款哦，佮会插两支唱水管呢，啊那遮厉害哈！这时阵海龟就浮起来咯，贵只甲你共款啦。迄时吼，恁拢来遮乌白甲我等粪扫。啊，迄树讲吼，拢无说你插伫我的鼻孔内底。哎哟，所以拜托大家啊，你若来阮小琉球佚佗吼，唔管是吼你要对啥物流行拢好，啊，但是吼千万唔好对大家吼安尼乌白等粪扫，安尼吼阮小琉球的环境，较会愈来愈好。希望全世界啊，佮全台湾的乡亲，大家做伙来阮小琉球佚佗哦，等你来哈！谢谢。小琉球的海龟佫会讲话，真正听久咧好呢。啊，今仔阮明显唔知会过关袂吼，够紧张的咧。厝底下安尼紧张噶。嘿呐，涛哥，哎呀，好，到底会过关袂？明星请市长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啦！哎呦，你看，伊啦，伊饲的啦，2两鱼块，敢若伊饲一个啦，伊啦，妈妈吼，手机啊，随甲你翕起来。这是要安怎要搞我过？这玩手机就当，玩手机就当。你叫我翕起来啊！我拄则去变色的时阵，有一个阿姨咧敲电话讲，呀，我真正唔知会进集啦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我要录一集啦。你嘛是对伊无啥物信心啊？拜托者。啊，我感觉讲你的笑话就是你有互大家有好奇，要毋过你讲的讲，会敢若无笑点，我有期待啊，无满足，有期待无满足，一直落来就会忝就会感觉讲，这敢若淡薄仔未过关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吼，你一直咧录呢，一直咧录，你个手机一直举起来咧，拢录啦，免搁解说咯。好听哥，我甲你讲。我的想法吼，甲你前差无介远，因为我坐伫遮，我唔敢二差，啊无我就只呀，我甲你讲。哦，恁两个人我做派做人，我做2个饲2条好啊。我大家都咁讲的。啊我是感觉讲吼，尤其因为你的表演的方式，哦，迄个综艺伫个节目顶的迄款展现的方式，甲即个呢练喙花的迄款吼规格无啥共款。哦，所以讲。你真正你哪？你一日要甲因2个人表，有人骹拢翘起来，你有看无？哦，你看，有啊，摇摆真啊，是顺利啊！对啊，我都惊啦。姐啊，你即摆咧翕我无甲拍车啊呢？你是真正规定都影呢。伊要甲你投诉啦。我靠，有律师我呢。讲伊好话呢，你唔好录我呢。我靠，律师甲法官拢准备好势呢。你翕遐倒啊，和平。哦，啊老师，上届无正经就是禁地人吼。其实即个词吼，我头拄仔就咧讲吼，咱常常有迄个华语翻过来的台语吼。台湾话即个情境要安怎讲？我著互阮翁甲离去海口食番薯，佮叫我著爱洗门风。我偷客兄嘛。洗门风。就像即个词，台湾社会有咧讲的，唔通一个词对译一个词，爱一个概念对译一个概念。哦，好棒的概念哦。哇！但是你今仔日有一个车啊，有可能哦，咱的观众朋友哦，你会粉丝后一集看袂到你呢，安尼艰苦袂啊？袂，啊，头头电话已经卡，伊第二集无过，我要转去啊，要转去啊，厝咧等啊，无生活啦，安尼你迄个表演，要个表演无？我来模仿这个以前8点档有一个角色，或者公车屏啊。公车屏，哦，啊，这时我要变身一个啦。变身。紧张，刺激。天生长，只想等一下。叫白啦，人讲有仇就要报仇。我讲好啊。好啊。你是安怎？我是去弄破恁兜的红金芒啊，是不是啊？哈？哈，2集拢甲我拍车啊！你要死啊你啊哈！你有看到因无？连刚爱记哩哈，爱拍箍啊。我讲我顺啊。
我想你考啊，你这么写2、3回。小弟，卖激动，你即摆伫咧硬界，毋是伫发你卖激动。所以我讲吼，我今仔放你耍。边啊，恁遮第一季过关的哦，惨啊！第二车真摇摆嘛，哈，过关啊，看我伫遐咧舞人舞狮啊，哈，吼，一个比一个安尼眼神啊刺啊样哈，好啊啦，真忝啊啦，连到时吼，我考虑看可买来无啦。你为什么要搁倒来遮？你去等台区啊？你无过，杠杆杠杆吼。歹势。无要紧啦，无过吼，啊无你帮我介绍，你用你拄只迄个公车票，帮我介绍后一个选手啦，有无？哦，后一个选手嘛，那就恐听怖啦。讲有去日本的发展，嘿，对。啊，佮来去日本发展，嘿，是拍什么片啊？哟，敢是？哦，啊，是讲哦，讲发展了袂歹啦，所以哦，俺家欢迎一个，就哦这个温希哦，温哪个希？安来欢迎这个温希吼，互伊安尼介绍了吼，看温的人愈来愈开袂哦，欢迎一下，欢迎温希。啊，高水就高水的呐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Lucky Seven 分希，什么个分个希哈？这是什么意思哈？啊，你这个失败者坐咧遐，我还袂起来，啊，你得安尼甲我唱衰。你的时间咧跳啊，你说你哦。好歹势，啊，今仔后要来甲大家讲一个啦吼，台湾人吼最爱对流行的，主要原因是安怎你敢知？惊无朋友。啊，我以前吼穿插嘛会看参考日本，啊，佮有鱼钩啊，大家会使钓猪吧，一个无够哦，该钓几啊个哦。佮有破链嘛是一个重点，佮爱挂迄个大只的红啊，伫破链顶哦，一只无够爱挂2只，规个人吼哪像迄个行动业红仔鱼店。哎，我即摆演示一下，有讲为虾米爱挂叮叮咚咚吼来。安怎？浩子哥，安那？足久无见的呢。真久无。啊，你看我今仔娃娃是毋是足济对无？红仔足济，啊无互你夹一只啦。安尼唔好，我困啊呢。夹红仔呢？你是想去倒位？哎，你看拄着朋友唔惊无话讲哦。所以呢，你讲吼，迄对流行哦，是毋是足重要的？啊，改啊，总讲有新的流行，我嘛是会对。毕竟我惊我无朋友。谢谢。对流行才有朋友哦。来甲看卖啊来评审，请起灯。个人是感觉讲哦，因为你会希望讲有足好的表现，啊，你的这个表现也真活泼，真有你的气力。啊，但是呢，拄多我已经等超3分钟，内底一个勉强一个小小的笑点尔，啊，其他我都强要笑袂出来。你这个形象哦，互人感觉讲，这少年人真有气力。希望讲你去别个场所有更较好的展现啦。OK， 加油哦！期待当中的笑点无对的时阵，一个拢无对，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状况。这个状况是安怎拢无笑，是毋是？顶一节就是迄大伯嘛。啊，想要互我一个机会啦，我最后请啥？我请伊紧回去。我笑。一个无对，两个无对，大家为你紧张，现场的气氛就无法度放轻松落来。这是一个真可笑的表演。谢谢。啊，今仔日吼3个车啊吼，啊无帮阮跳一个三性舞，咱的分析好，对无？都叫用三性啦，跳好再跳。我家己我三性跳好家己啊，迄无三性舞来叫我朋友无啦？朋友来啦！哎呦，来，一红，老师 music， 5、6、7、8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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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往那边刮，往那边刮，往那边刮。老师，音乐继续，老师。安尼啦，嘿，安尼安怎 ？1、2、3 go， 啊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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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，等下呢，继续，go。好心酸哦。再见。真可怜啊！哎，我今麦足欢乐诶，足欢乐诶。阮存1组尔。那才1组尔。系啊。系啊。安尼啦。后壁爱加油哦，听到无？加油！乡亲啊，有史以来录影上乱的一届，拢是因为选手有3个字无讲出来咧。3位老师，恁来做好样有无？来，有看到头前的衣裤啊无？来，好，谢谢。
谢谢，看到32块啊，谢谢啊。死我！你就讲出来好啊！差沙哩就讲煞咧，打你啦！阮剩一组呢。那刚才一组尔。嘿啊。嘿啊。那安尼啦。后壁爱加油哦，听到无？加油加油！来，后一位大家乌玫瑰。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宝嘉 ，AK 大家乌玫瑰，即马是网络的一个底片创作者。拍到后壁，拢无想要上底片的内容啊，就看网络的红衫青衫，咱就翕啥。16吨的红的时阵，大家拢拼死命甲伊箍落，哎呦，嘛无去管伊的骹头有来无来无。来，三师母大家知吧？吼，知嘛？三师母咧红的时阵，哎呦，规家伙仔拢做伙跳落去。迄时阵。全台湾几年跳三星舞的人，比起场顶互人三星奥斗的人搁较侪呢。啊，搁有啦，重点是要安怎翕甲互人莫感觉是咧学，是咧模仿。我有一个解法，就是用台语来讲。是啦，大家拢知影美国队长吧？吼，美国队长互人情感要失败外的时阵，有一句话舞 ：I can do this all day。是啦，那这句话用台语来讲，毋是搁较有 style， 搁较有气魄吗？我会当做这，规工的。是啦，马上就为好莱坞的英雄片变做是本土的8点档大戏。是啦，啊，搁有鲁比酱，嗨，大力 nice 机，大家拢有听过吧？大家拢有听过吧？那这用台语来讲，毋是搁较可爱、搁较趣味吗？八只酱。嗨，啊你介意啥物？啊比起连翠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我想要邀请咱的评审委员做伙来表演这段流行。tempo 做伙来5、6、7、8，后面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啊比起连翠花，我搁较介意你。搁一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连翠花，我较介意你。顺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连翠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感谢各位，我是宝嘉。哦，到底有搁较介意你无？你拄则是不是无 Q 到咱国金老师？有啊，我有个互动作报警啊！是拍摄，老师无听到啦。你搁讲，我就搁精哦。唔啦，人已经讲歹势啊！我较细汉嘛，要甲我歹嘛，歹势嘛。拍摄。咱做伙来看咱的乌玫瑰有过关无？请起顶。你拄则真正无叫着老师，真的。我人敢有安尼行长照动？哇！咱认真讲吼，这个就是网络的网。当然啦，即摆大家拢讲网络，啊，毋过照讲，字典咧查是网络的网才有正确。第二吼，你头拄仔讲一个词吼，展演吼，电啊，展览的展演吼，简单安尼报告到遮，嘿，大安尼会使啦吼，安尼有交代啦吼，毋是。毋是你无叫着我甲你扣啦。所以人工吼，真正毋好搁 Q 绕高去，你知影？收了。你啊看我说问号。我已经1分1秒咧大汉呢。你猜，这当中只有我的骹头有法度做这个代志啦。好。我感觉你的表演就是有通过，你身为一个跳舞的舞者，啊，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语言足流利啊。我感觉讲安尼，互人看节目会晓看到一个真快活的代志。好。补充者就是讲，同款的问题，一个无对，一个无对，啊，你会着紧张啊，愈讲愈紧的时阵，大家就无法度入去这个气氛内底。要毋过为虾米我互你一个考啊，就是因为我感觉你知影家己优点是伫咧倒位，所以讲你用你的优点，甲你的笑话拢绑做伙吼，你安尼绑做伙就会真有机会，只要小可调整一下就会使。请坐。谢谢。后一位选手嘛是咱连翠花演员，欢迎咱的花旭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巧，嗨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这拍的物件，叫做 LARP， 敢有人捌听过 LARP？ 唔捌，无好。LARP 是 Live Action Role Play， 真人角色扮演游戏，做真人角色扮演游戏。我女朋友伊带我去耍，伊讲伊足想要耍的。我讲迄到底是咧创啥？伊甲我讲，活动是办咧大条店的公园，有60-70个人。啊，主题是啥物？主题是欧洲的中国时代。中国，感谢啊！飞伫咧啊小镇啦，好无？咧啊小镇。我平常时是一个舞台剧演员，我去参加这，我是去加班哟。阮到遐的时阵，我是一个菜鸟啊嘛，所以头一件代志就是做新兵训练，大家也盾牌甲刀安尼徛几排，教官就入来，教官就讲：来，各位，咱今仔日头一课非常的重要，大家好好学，咱等下来练习去互人扑到的反应，大家好好表演。我想讲，真正来加班的哦。头一个人，伊伫遮，教官扑落，伊就安尼，我伫边仔想讲，拜托诶，较认真好无？咱毋是咧表演吗？第二个人，赶快安尼扑一个，伊就安尼，教官讲，赞，这95分，这安尼真好。我伫边仔看，我想讲，你莫想要赢我，莫摕你的兴趣来挑战我的专业。教官一个安尼扑，每一个咩到我的时阵，教官扑过来，我就安尼你，教官讲免搬遐久。我倒咧涂骹想讲，毋过我阁有一段口白还袂讲呢。时间到，我要下班啦，感谢大家。真正是教官讲的，免搬遐久，超过3分钟啦，吼。伊搬遮久，袂歹看啦，袂歹看，只是毋知有过关无啦。来，冰心，请市长。过啊！有过就好啊啦。大家拢同意咧。哎呀，毋过我真好奇，就是你原本是要安怎收尾？这个笑亏差不多15分钟。伤久啊！所以我甲差3分钟。真正真久。你慢慢来讲，我先来去变数。因为我感觉一个表演者，第一就是讲伊面部的表情真丰富，过来伊有思考的表情，这个要讲到B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伊互人大家感觉有一个期待感。是。过来伊的声音的表情，佮伊的肢体，伊的body language有法度伫啊，叮当，互人感觉讲真古锥。这个物件算讲一个真完整的表演方式。是。但是呢，一个重点就是讲，你的这个卡本、你的文本的表情，爱搁较丰富小可。我真赞成大爱咧讲的吼，因为你甲看哦，头拄啊花香甲现场的人，大家拢有互动。啊，毋过你台语的发音吼，我写有几落位吼，拢较无遐对同吼。咱等下再研究。好。因为我若现主持讲嘛是用加调嘛。其实我了解，咱老师拢了解，伊有看节目的，第一季都第一季讲太济咧啦。你家己嘛有优缺点呐。对，终于你过关啦！谢谢。后期选手有咱李白因大伯来哦。是啦，乡亲，大伯今仔日爱甲恁讲，做家己上实在，千万吼唔通戆去甲别人缀流行啦。我高中的时阵，大家拢穿一个高高的衫，我嘛缀去买，结果发现夭寿哪会遐贵啦，一个高高遐贵哦。结果我买2个高高的衫，计销对半，真正是趁甲冒死，有无？结果。阮朋友问我讲，你的哥哥哪会甲咱的无共款？我就甲讲，这叫做 double check。啊，我搁买另外一件3条线的，但是我的线是虚的。阮朋友问我讲，啊，你的线哪是虚的？我甲讲是虚的线，伫咧路上才会当自由改变方向。这较深啦，爱有赛车的人才听有啦。哎呦，啊，
最近哦，我去发现一件足奇怪的流行，叫做啥？叫做健身啊！我就想讲，安大家去上班就好啊。做袂落的时阵，有人会伫你边仔讲加油加油，你会使，搁动一个，搁动一个。哦，这个时阵我真正足想要甲伊讲，来，你来，你遐搞，你来。但是有人加油是好代志，对吧？所以我才会来练喙花。对，我才会来练喙花。所以哦，我决定要创造一个新的流行，叫做练喙花教练。拍声鼓励一下。来，我讲一个笑话的时阵，迄个教练会甲我讲：哦，你足好笑，搁来一个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即马对我来，哈哈哈，三声换你，哈哈哈，啪，三声换你。三位老师，恁来做好样有无？来，有看到头前的圆箍啊无？来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看到三圆箍啊，谢谢啊。死我！春能力，这是不是？你袂叫讲出去啦？嘿啦，小紧张啊！我内裤搁澹去啊！规条头搁澹去啊！天哪！你家己感觉今仔过关未啦？差沙哩就讲煞咧，沙哩啦！我见我互你讲一个来，老师加气嘞，谢谢。老师会加气嘞，无来，其实加气顶。紧张。老师加气嘞，谢谢。老师会加气嘞，无来，其实加气顶。紧张。啊！拢有气嘞，有气嘞，气无共款的，来。后壁迄三字讲完啊，我若搁试车啊，心理压力足大的。啊，毋过吼，我都爱认真讲吼。一句话咱爱斟酌，就是恁同学咧，甲你问讲，你的交交啊，哪会甲咱的无共款？这基础的，咱是，咱两个拢有的咱。啊，但是你的交交啊是甲阮无共款。哦，这是基本的错误吼。咱若咧讲咱，有当着啊是表示好意，咱倒位啊，毋是真正咱，哦是讲啊，都初熟悉。哦，住在咱倒位，哦，你故乡伫倒位，迄个咱是咧拉近距离。啊，毋过你甲阮分开的时阵，你的交交啊，哪甲阮无共，甲咱无共意思就走去啊。哦，这是我简单补充两句。谢谢老师。我是感觉你真古锥。这个古锥呢，但是你内底掺伤侪紧张的，这个味素咧内底，好这鼎食起来怪怪。我本来是要拍车互你。但我讲你安尼吼，人讲一步一脚印啦，一滴汗吼，有一个心思伫的。我是要甲你加油啦，啊无想到嘛是有人拍车啊，安尼是正确的啦。上尾讲一个物件吼，可能是惊叫人淘汰，所以讲你一寡物件吼，拢讲啊惊，无爱完全讲出来。譬如讲哦，一个高高的衫，你就直接讲 Nike， 啊大家就知影，因为拄则你讲一个高高的时阵，顺哥就甲我问讲，啥物叫做一个高高？我想可能现场有一寡人。唔知影你咧讲啥，后尾你讲有两个高高介绍才一半哦，我想嘛可能有一寡观众唔知影讲哦，你是咧讲盗版，所以你会当直接甲盗版这个代志讲出来，对，讲出来了后，大家就知影讲哦，你买盗版，你就惊叫人发现，所以讲当我甲你问讲啊，你为虾米你有两个高高无啊，两个高高就是double check。就是这款节奏，就会当互大家感觉到你的困扰所在，对，迄笑点伫都会较清楚。啊，我会互你一个考啊，就是感觉讲点者你有可能会当改。啊，我嘛应该是有人会互你找啊，所以讲我互你一个考啊。即摆是歹人拢有我做得对啊。以你的表现，国珍老师一定会互你找啊。嘿啦，安尼较有伊的标准嘛。公德我来收，业种你来担。对，歹势，国珍老师进前拢是我来做歹人啦。啊，那规矩法师甲做的，我就等。等就对啊，但要等待，等顾着你的吼，老甲规身躯寒的，可能会收紧张啊啦。安尼爱开会哦。好，来后一位选手是来自咱这个金门的小姑娘陈姿颖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陈姿颖，厝外因啊，爸母总是烦恼的，亲像我是金门人，
人煞伫台湾，我的爸母总是烦恼讲，我食有饱无？伫旧年的时阵啊，台湾买袂着卵，大家拢伫买卵、排卵、抢卵，啊，这新闻一出哦，煞害我的阿爸阿母哦，比我搁较紧张，啊，就烦恼讲我食袂着卵的呢。啊，有一天哦，我倒去金门的时阵哦，阮阿母一透早就去菜市帮我订一箱土鸡卵，爱我早来台湾。我讲哦，敢真正有我倒通过海关？真正，我约着啊。我到松山机场的时阵，去互人查落来，迄安全人员就讲麻烦你身份证，我就摕我的身份证互伊，伊讲毋是我的身份证，是即箱鸡卵的身份证。我讲歹势，大个，我有听毋对无？你是讲即箱鸡卵的身份证哦？伊讲你免烦恼啦，你爱证明讲哦，你即只鸡母吼有住过社，无滴着禽流感，阮才会当甲你放行。我想讲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爱我掠即只鸡母出来做证哦？要毋过我这内面有30只鸡卵诶，这毋是一只鸡母的问题哦，这是因亲情讹诈的问题哦。啊，做尾后啦，我只好目睭紧紧看我的鸡卵去互收起。啊，我这故事要甲大家讲哦，别你若是有机会去金门耍哦，千万毋通炸鸡卵，千万嘛毋通炸有肉干，因为即摆有禽流感。即摆甲恁建议啊，炸阮的金门高粱，阮即摆销量较无好。我这个广告若广告出去，阮金门的酒商会甲我拍广告，会甲我赞助，多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就到这。谢谢。你就赞助啦。哎呀，佫剩10分钟啦。剩10秒啦。一人敢若3分钟，讲完过。比哪个拢无10分钟。无就互评审讲啊，剩10秒。对，评审有请。哎呦！我想讲伊讲了袂歹啊。有一个大日伊无互你过。我感觉讲新闻的笑亏有一个风险，就是讲大家会袂记。所有人反应，你会感觉到，大家咧想啊，什么鸡卵，啊，卵有啥物问题无？因为大家抢卵的这个时间因足久啊，所以讲这个情形你就要搁较戏剧化的，把这个情形演出来。我的问题是感觉讲头前差不多1分半、2分钟，大家拢无啥物笑声，是差不多上尾30秒的时阵才有笑声出来。我感觉志颖的台语袂歹。我顶回来上节目的时阵讲腔口，是咱对故乡带出来社会。甲人行搭上亲的感情，这个金门腔真亲切。啊嘛，因为台语袂歹，所以头前虽然无好笑，不过我有感觉你真在胆咧表演。啊，我跟他讲一项，这大家做参考。有能力你来金门耍的时阵，吼，这台湾话大家拢分唔对，耍是及物动词，耍球。安尼讲耍，啊！你能力来金门佚佗的时阵，伊是不及物动词。你来金门耍，你是要耍啥？要耍我上？无爱有物件通我耍才讲耍，对无对啊？若无物件阵来金门佚佗，伊是不及物动词。所以来能力来金门佚佗的时阵，是。今仔日嘛是爱去咱的等台区哦，哇！咱回家。啊，比赛到这，咱8组。参赛者才过2组尔，阮无人啊。嘿，啊，咱等台区1、2、3、4、5有5位参赛者，啊，咱即马2组转来，爱死人，爱请咱3位评审吼，去咱第2现场，过来好好讨论一下，到底谁会过关吼？好，来，有请。我拄才讲是志颖，其实伊是有咧安排笑点是头差不多10秒钟的时阵，鸡卵迄时阵就是应该等一个笑点，要毋过迄个笑点无对，大家拢无笑。啊，后壁就差不多1分钟、2分钟，才最后的笑点才出来。我感觉真可笑。对。我是感觉大伯伊的表演吼，伊就这个脚本无写甲真慢啦，迄个tempo拢连安尼。啊，伊家己有紧张，就摕这个插这，摕这个插这。我感觉讲，伊一摆剧本就足易的。若是讲这个表现，还佫有未来可能性。对。OK，安尼好吼，我行，赞。是的，今麦伫咱的舞台顶，这5位等台区的选手，连呢有2位会使过关。哇塞！到底人要倒去厝？到底是倒2位会过关？评审长，有入选的免欢喜，落选的嘛免受气。因为人生本身是一场戏，看你要安怎来演这出戏。好。李毅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，嘛是主持人。今边甲伊做伙出这部。是，因某叫6月。对。正想要来宣布第1位，这期要入选的是
伊峰。哇！小兄弟，小兄弟啊，你过关啊！小兄弟，容易哦。好，免欢喜，你来讲一下，免欢喜为什么要有入选？伊峰是阮三个人吼，拢做伙想讲要互伊搁一摆机会。所有人之中，无人亲像你安尼啊，遮尔啊趣味。我讲趣味是你规个身躯 body language 啊，搁有一个真自然这个表现，这是真好的一个人格。要毋过你即边脚本确实是无啥好，要毋过我认为讲你有真大的可能性，所以讲请好好把握即届机会，后一遍搁较拍拼。最后一位入选的是。这个时阵应该有。辛苦啦！安尼恁就知影，我毋是上久的对无？真的吼，你想想有一个比较久的吼。小强老师，我咧动，还有3个 tempo 啊。哦，好来啊来啊！这边来。最后一个入选的是大伯。你已经2摆啊呢，哇，你运气有够好的呢，2摆呢，对无？单台2摆，2摆拢有过。拢叫多谢老师。因为呢，徛这种舞台，一定要有伊高水的所在。亲像呢，伊因为有一支钓青囝的面，所有的朋友拢来等待讲，伊今日钓这个青囝，念伊会变做安怎？因为呢，这个赛制的问题，比如讲明贤，因为明贤是一个真优秀的，即马算讲有家己舞台的一个表演者。另外你安尼带一阵哦，甘仔水来吼，甘仔水，拢甘仔色的就对。因为你的 tempo 就是讲，你需要较大场的、较侪人的、较晓的。但是因为咱遮都是30秒1分钟，必须要有效果。是。所以就敢若迄台赛车是驶唔到跑道的，所以今日伫遮你有较吃亏啦。所以呢，经过阮3个人，头壳嚼个嚼，条啊接个接，臭来嘛扛个扛，最后选择着因2个。恭喜咱大伯甲伊峰！恭喜哦！辛苦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感谢小主管们的脱口秀大会，无聊。你看即马好笑晋级啊，妹弟嘛晋级啊，真正是足针对的呢。对啊，我是希望哦，因最后因2个先去相加，嘿，加了敢换，加了再来比，对。嘿，较轻松一点。哦，我对伊峰印象上深，迄表演起来吼足古锥的。我希望讲吼后抓我若有中秋暗会哦，邀请伊来，无就是吼你搬来玉山里啦做我的里面啦。